因他复活。我们来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谢谢耶稣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希望。他活着。活着，我们生命有了新的希望。若不是十字架的功劳，若不是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拯救，谢谢你慈悲，谢谢你怜悯，谢谢你爱的眼泪，疼我们的眼泪，擦去我们的悲伤。谢谢你的恩典大显现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我们知道若没有十字架，十字架加伟大，担当过犯，劳苦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
们钉十字架的救赎救恩。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水边上我的医治，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的救赎，谢谢耶稣，让我可以得永远的依靠，我的众罪恶也都得以洗完全。谢谢耶稣，在今天的复活日的早晨，更谢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到他的殿里敬拜赞美他。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爱我们的耶稣，谢谢爱我们的天父，叫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重担放在他的面前，更帮助我们可以回转向他。谢谢他用光照亮我们生命里面黑暗的角落，帮助我们，让我们度过一切的困境，在我们苦难的途上，人生的途上，谢谢耶稣陪我们一起走过，更谢谢耶稣，更谢谢神，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听我们的祈求。谢谢耶稣，谢谢天父，愿他的旨意成就在这地，像在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
心来奉献。基督徒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所以如果你有预备的，不管有没有预备，牧师都期待我们都能够预备我们的心，用奉献的行动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亲自为我们预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的更丰盛，让我们的生命在奉献的行动里面来见证神所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来为他做美好的工作。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边牧师来介绍报告大桥教会的相关的消息。那我们在本主日是复活节的主日，那我们今天也会举行我们第2次的圣礼典，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预备心。待会会后我们在楼下的地方一人领取一颗这个复活节的彩蛋哈，愿主赐福大家。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举办大桥国中的应该是大桥幸福青年迎新餐会啦哈。我们没有特定是国中，我们其实也邀请高中生，还有在就读不同的初中、国中的学生，那邀请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关心代祷，也为我们每一位同工一起来祷告哈。那我们在4月25号，我们正式开始社区的园艺的活动，那也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那也求主带领更多在我们当中参与的园艺的这些里民朋友，一同领受更多的祝福。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是嘉协主日哈，那牧师会跟这个中华路教会的吕牧师来交换讲台。那我们在会后11点的地方有这个大肠癌防治看医疗文化，邀请这新楼医院的唐修志医师哈，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认识有关我们的饮食文化，怎么样帮助我们得出一个健康的知识。那为了制作这个母亲节的影片哈，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我们能够找一下我们跟父母亲特别在母亲最感谢的人身上的合照，那我们把这个照片能够提交给这个子安弟兄哈。我们在4月27号下个礼拜截止哈，现在有人提供了吗？都还没有，好，那我们再预备一下啦哈。那我们接下来从礼拜1到礼拜3，牧师会因为全中运的时间我们会休假。那我们在礼拜2我们一样有青年聚会，礼拜3我们一样
礼拜三的青年我们就不要再来教会，我们礼拜三我们青年同工干事子安也休假哈，那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今天呢，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也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同领受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一起要来认识，到底基督复活对我们生命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哈，当你进到一个洞穴哈，你会想到什么？暗的，到底有没有路，对不对？你会去想说这条路到底有多远，甚至你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出口可以让你走出来？那我觉得人的一生哈，我们在面对许多的问题跟困难，还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好像也是这种感觉。你好像走到一个，到底我要怎么走到我人生的末端？譬如说你生病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希望得到医治，得到好起来嘛，对不对？当你跟人的关系有冲突、有难处，甚至好像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否会恢复，你也会去想到，我还要继续跟他做朋友吗？对不对？那当你跟你的家人好像处得不来、沟通不来的时候，好像也会如此。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每次只要遇到关系上的问题，我都会想说，我不理你了，我不想要跟你做朋友了，甚至我希望，多么希望我没有认识你，我甚至有那种概念。那我就在想，人的生命，如果我遇到一个问题，我遇到一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朋友，甚至呢，好像很多的难处我都没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人，特别在教会里面生活服侍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各位，我们是否也因为我们好像对上帝，大家都对上帝都是有爱的，对不对？起初你认识上帝也是有爱的。可是当我们遇到与人在关系上有张力的时候，你会不会影响你的侍奉？会不会？会。你会开始觉得，我的热心这么服侍神，可是我感觉好像我被忽略了。甚至呢，当你很愿意去配搭，跟牧师或者是跟任何一个同工配搭，你也会发现，好像有些时候会有理念不相同的时候，会不会？可是当理念不相同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想说：主啊，我明明是在服侍你啊，可是我又好像看起来我是在服侍人啊。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也会偷偷想：不然这样好了，我停下来，我不想要再被要求了。好，我需要时间跟空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某些的决定，甚至我们自己的决定也好，别人的决定也好，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也会不见得会认同，而且我们不敢说出来，我们会选择沉默，甚至退后。其实我发现有些时候有蛮多信徒，包含牧师，有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也会想说，是不是就不要做了？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们爱不爱主，我们都爱。那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不爱主，那么在教会里面，好像跟外面的世界都一样的嘞，对吧？那怎么办？今天牧师要用这个主题，基督复活，在我们的福音里面的本质，我们基督徒如何去看待耶稣复活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像真正看见那复活的基督了，我们好像还处在这个礼拜是什么？受难周啊，对吧？今天基督复活，大家好像办个活动庆祝耶稣复活。可接下来下个礼拜之后，我们是不是挑战还是一样来？你会发现，当你有一个出口，你没有办法找到你人生的出口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好像在过受难周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用一段圣经节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2节到第15节，里面保罗他特别提到，他说：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简单讲，对一个好像很失望、没有信心、继续侍奉神的人来说，可能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侍奉下去，他会觉得这就是已经死了一样。有没有发现，侍奉不是也会这样吗？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好像已经尽了很多的力量，可是好像已经没有再继续工作下去的，我们就会选择什么？选择另外的跑道。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上帝要透过今天圣经的经节，牧师要跟大家一同勉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跟保罗所说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明明知道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我们在处理关系的里面，我们会感觉像是没有复活的生命一样？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什么？枉然的哦，虚空的哦。你们所信的也是什么？也是枉然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保罗他特别讲什么？他在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信仰的根基就不存在了。甚至呢，灵命我们所追求的灵命也没有根基啊，懂了吗？甚至呢，侍奉会不会摇动？也会啊。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灵命没有根基，那当然你侍奉就会很容易受影响。牧师子安应该接触牧师最多，他从2年前开始接触跟牧师一起同工他体会最深，比任何一个事工同工，包含可能比长子还要深。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天都要来到教会，他每次就要遇到牧师，甚至牧师都在跟他讨论有关青少年、有关教会任何的改变。所以越常跟牧师在一起侍奉的人，如果跟牧者在理念上，甚至在心态上，我们的灵命如果没有根基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里面，得救的福音里面，我们的侍奉会影响，我们的灵命会受影响，信心会不会摇动？也会。好，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上帝的爱也很容易慢慢的就冷却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特别说，如果基督他是活的，服事不会是白做的，甚至呢，你对教会所忍耐的也不会是浪费的。好，有些时候我们对教会忍耐人啊，忍耐牧师这种坏脾气啊，忍耐什么样的人，他对我所做的什么回应啊？你有没有忍耐？会啊，你忍耐久了会不会不舒服？会，你会觉得假拍到钉。做起事来真的是拖拖拉拉的，会不会？你在忍耐啊。可是如果你相信基督复活，你会开始对人更有信心，而且会更有忍耐的心。最后，你的委屈、你的眼泪、你的信心，如果你经历到基督是复活的，主都看见了，也会亲自回应你。你觉得你还会没有信心吗？会吗？会吗？我们会不会没有信心？不会了。你会知道，既然基督他复活，他能够带给我是这么大的力量，那我相信我服侍他，我会更有力量为主而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4节告诉我们，复活不是可有可无的神学理论，也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福音的中心点，也是耶稣基督所传递的一个真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一切服事跟挣扎，都全部失去了意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觉得与人相处、一起同工，一定要有足够的弹性。这个弹性是什么？任何人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弟兄姐妹说，我很高兴跟你一起服事，我很高兴跟你一起服事。上一堂我们礼拜结束后我跟这个我们的同工分享说，你同工你在弹琴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整体的音乐里面的关键了。然后他也就突然间跟我讲到说，这个牧师，我们教会有蚊子影响到我晚上睡觉。我说原来你今天的状况是因为蚊子影响到了你。
各位弟兄姐妹，环境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可是如果你知道圣灵的运动、圣灵的感动在你心里面的时候，环境会不会再继续影响你？会不会？其实是不会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不是要告诉各位有蚊子没关系啊，牧师要讲的是什么？是我们侍奉神要依靠圣灵的能力。牧师礼拜六一般应该全台湾所有的牧者在预备讲道篇，礼拜天要讲道一般大部分的牧者大概礼拜六都有些牧者，我之前还遇过，他是整天都不睡觉的，礼拜六晚上是不睡觉的。而且那时候我记得那一位牧者很特别，他晚上我说那牧师你都不睡觉，你晚上都在干嘛？他说我都在预备讲道篇。然后我就说那你平时都不准备吗？他说平时都在探访，都在关心会友所以呢他都利用礼拜六的晚上一直预备讲道篇。那我说那预备完了，那你就会睡觉了吗？他说没有，我不会让自己睡觉，因为我怕我睡了就隔天爬不起来，所以他就怎么样泡茶，整夜就在那边。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生命，我们侍奉神，如果我们会受环境所影响，那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得救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是应该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对吧？那么我们会不会有力量？会不会有力量？所以其实我蛮佩服这个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之前我记得蛮长，礼拜六晚上蛮长，我很晚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会不会影响？还是多少会影响。慢慢的我们开始恢复修正，我们学习礼拜六早一点休息，不要太晚，因为预备心侍奉上帝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信心里面去见证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我们需要了解，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了解，没有复活的真理，我们的侍奉会发现是很虚空的。圣经里面第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左手边。左手边，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我们过去我们都是罪人，就像死人一样，死人没有复活，上帝就没有叫基督复活。那么上帝有没有叫基督复活？到底有没有？有吧？如果上帝有让基督复活，奇怪基督徒好像没复活一样，都好像死人一样，这样懂了吗？所以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基督有复活，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假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教会侍奉，不要单单只有用你的侍奉的行为在见证你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的。就算你没有侍奉，但是你这个人充满喜乐跟盼望，而且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也是一个怎么样？你也是一个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保罗他提醒我们，如果复活是假的，那连使徒、牧者、传福音的人都在做假见证呢。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办这个大桥青年幸福餐会，对不对？我们再一次讲一下了哈，大桥幸福青年餐会，可以吧？大桥青年幸福餐会，为什么？这个既然是一个幸福餐会，我们来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吃饭前、餐会前，我们要怎么样？要不要邀请人？静瑶，你是国中生对不对？你要不要邀请你朋友来参加？你就要邀请朋友来参加，因为我们都已经不是国中生了，我们很难直接邀请学校的同学，对吧？我们是招待人员，
当我们有朋友来的时候，你不认识的人来了，我们要怎么样？你要让他们感受到幸福。他们来了，他们看到你们，哎呦，怎么大桥教会这些叫我们来参加这个参会的人，每一个人那个脸上都没有笑容的，而且眼神都不看我们的，好，都看一下就走了，根本就没有，然后眼神都不知道涣散的，那个就不是复活的能力啊，那个就不是真实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表现出，不是为了表现而表现的。有人会说，牧师，你就会强迫我们做那些，要我们一定要这样笑吗？一定要这样做吗？不是的，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当我们侍奉上帝，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生命，你的侍奉就很容易会让人看出你是死的人，没有生命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复活是一个真实生命的盼望的根基，它会为人的生命带来更新跟新的方向。复活不只是，我们一起来念哈，复活不是只是将来有天上天堂的保证啊哈，复活是什么？今天就能经历生命的力量。所以如果复活只是为了我有复活生命，我现在活着只是在等候哪一天我死了能够回到天家，单纯这样而已，那我告诉你，你在世上的年日你会浪费时间，你会做一个很懒惰的人，而且你在世上你会不想要干涉任何相关教会的活动，甚至你在教会里面，你在生活里面，你会完完全全跟得救的福音完全没有关联。但是你心里面说，有啊，我相信耶稣啦，我有在去教会啊，我有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啊，我只不过就不太想要跟人接触。这样懂了吗？所以告诉各位，你心里面不可以有这样的生命，是在敬拜上帝，是用这样的生命态度。复活的生命是当你面对困难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上帝他会为你带来安慰，让你选择原谅饶恕。如果你跟人的关系里面有冲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去赦免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服事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不是从感觉来的。感觉来了，感觉没有了就会放弃。如果你的服事是从人而来的，没有人肯定，你就会失落，对吧？好，没有人肯定你做的侍奉，你还会想要继续做吗？你会失落。这个就是因为你的侍奉，你是从感觉来的，从人而来的。如果你知道你的侍奉是从那一位死里复活、今日依然活着的父神，那么你的服事就不一样喽。你的服事就会重新开始检视我流的每一滴眼泪，我所付上的代价，我所尽的每一份心力，上帝会不会纪念？上帝会纪念我们。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相信基督啦、复活啦，是我们信了，可是会走不下去。有没有这种心情啊？有啦，有些时候也会有。你要记得，我们就像电池一样，手机用完没电了会怎么样？需要怎样？所以跟你前后左右朋友的，跟他讲一下，累了你需要充电，再告诉他该休息还是要休息，所以牧师不反对侍奉者需要休息的，他需要休假，他需要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告诉我说你不休息，你拼命的拼，为什么？因为当你拼命的一直在做，你会像那个什么过度快速充电。现在有没有快充？有哦，快充它除了要搭配线，还要搭配那个变压器。你没有那个正确的变压器，你有好的线，它依然没有办法充进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快速的充电，可是用的方法是错的，那就怎么样？那就麻烦了。有人就会说，你有没有读经啊？读经是在帮助你充电啊。好然后你一定要读经，你不读经会怎么样？这个叫做快速充电啊，对不对？我们在告诉人你要快速充电，可是当你告诉人要这么快速充电的话，
他会死得很快啊，他会很容易拒绝，他不想嘛，不想要看神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对症下药，用对好的线，用好的方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圣经里面当耶稣带着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看到3次的祷告之后，他看到门徒在做什么事情？睡觉。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没关系，但是牧师鼓励各位，我们要学习圣经里面哥罗西书3章12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心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倘若彼此之间有怨言，总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他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爱，爱能把一切完美的联合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是妥协哦。我要再说一次，那不是妥协，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爱的行动。主怎样爱我们，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饶恕。这就是侍奉上面最深的属灵功课。好，所以呢，牧师鼓励各位，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侍奉方法、态度、观念、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用爱彼此连结在一块，没有所谓的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他最后一节说什么？爱能把一切完美的怎么样联合在一起，表示这个爱是一切的关系跟侍奉的什么核心呢？如果你没有爱，我告诉你，你再怎么侍奉，你再怎么做，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拒绝服事，而是服事中看不见结果。有没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怎么办？记得以赛亚书41章10节，主的话告诉我们，先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服事，或许真的，不管是不是方法对了还是错了，有些时候就是会看不见结果了。我也不晓得下个礼拜我们办完这个餐会之后，学生会不会进来？我不晓得。可是成就这件好事在于哪里？除了神之外，还有在哪里？我们付出的多寡，懂我意思了吗？所以刚刚牧师有邀请在座的2位有国中生，对不对？好，你要去怎么样？中南要去约佳丽啊，佳丽就是在学校啊，也是我们的同工的孩子，邀请你的同学。当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活动、这个事情是好的，它充满上帝的祝福在里头，我们就要抱着期待，我们为此而付上更多的代价。好，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不见结果，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诗篇34篇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觉得痛，觉得撑不下去，上帝不是离开你，反而是会更靠近你。所以记得，上帝爱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再一个责任。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是要给我们再一个更多的责任，让我们可以承担。牧师不是要告诉各位这个事情，牧师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要经历再一次遇见复活的主。今天我们再一次纪念基督的复活，牧师要邀请各位，你是否真的遇见复活的主？我们知道耶稣死后他复活，他去找彼得。我们知道耶稣死后复活，连门徒一开始都还不知道，对不对？甚至门徒都怎么样？都四散。他们原本都跟在耶稣旁边，可是耶稣死了复活了，他来找彼得，他问彼得
三个问题，说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的。耶稣回答他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去喂养我的羊。哇，这句话对我们太大的提醒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跟彼得以前一样，跟随着耶稣，在他旁边帮他做什么？帮他去买饭，帮他去处理他跟人的关系。我们帮耶稣做很多很多的侍奉。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若我们要经历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耶稣在告诉我们：去喂养我的羊，去帮助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8节，他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彼得啊，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这个带子是他们准备要去工作，他们必须穿衣服需要束带子，所以他们以前束带子是随意往来，就是他们要做自己的事情就去做。耶稣在比喻给彼得说：以前你自己束完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把你带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也就是他要为耶稣受难，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神都是背起十字架，在走这个不容易的道路。静瑶，以前礼拜天你需要这么早起吗？不用吧，对不对？可是现在很辛苦呢，对不对？还有2堂礼拜，还要服侍神，还要听牧师讲那个我快睡着的道，会不会辛苦？会。上一堂牧师讲，跟你旁边的人说，能听牧师讲道想睡觉也是福分。讲啊，跟彼此讲一下，能听牧师讲道想睡觉也是一种福气啊。为什么？有些时候平时你不好睡，有人真的有弟兄姐妹真的是如此他是真的有忧郁症，他平时不好睡，可是他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就很好睡觉了。有啊，所以这对他来讲不是一种福气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各位，当然我牧师不是说鼓励各位牧师讲道都要你们睡觉，而是期待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定有他特别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如何为主而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当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力量走下去的时候，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列王纪上说错，列王纪上里面讲到以利亚，他一开始他在加密山上做了一个属灵的征战，跟巴力的先知做完征战之后，很奇妙上帝竟然还安排这个耶洗别，耶洗别是亚哈王的王后，她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王后，她又来逼迫追杀以利亚。可是以利亚呢，他逃到旷野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罢了。”以利亚对上帝说：“算了吧，上帝啊，取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拿走吧。”为什么？因为他放弃了。但是神对他说，他不是责备他。神有没有给以利亚吃的喝的？有没有？有上帝还让他在睡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对他说了一句话。上帝对他说：“你在干嘛？”他没有说：“以利亚，你在干什么？”不是啊，他说：“以利亚，你在干嘛？”他在唤起他，告诉他：“我没有离开你，你为什么自我放弃了？”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出埃及记，摩西他一开始有没有杀人啊？他杀了人，他因为杀人而被迫逃亡，他看见了他的环境的不公义，但是上帝却选择让他先从牧羊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最后他怎么样？神告诉他什么？你要去，我差你去见法老。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让我们重新为主而出发。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一起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牧师也要鼓励各位，不管
在你的信仰的服事道路上，你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当你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无论我去到哪里，恳求你帮助我，让我晓得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故事而已。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也要经历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面。求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经历神他丰盛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信你，我相信你复活。有些时候，我们不可否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会疲倦。但我记得，过去我曾经火热，愿意侍奉主。虽然在这条路上，侍奉你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有伤害、有误解、有被舍弃，但主耶稣，求你再一次向我显明，不是让我能够马上站起来为你而奔跑，更重要的是，让我亲自的、真实的领受到、亲眼见主。愿神带领我们在今天一同领受复活的大能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重新带着力量为主而做美好的征战。愿主你带领我们以下与主同桌，一起来纪念主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能够纪念耶稣为我们摆上的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一生为要完成神你托付他的使命，拯救我们世人的罪。谢谢主，再一次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与主同桌，纪念耶稣最后的晚餐。他带领他的使徒门徒一起经历神所托付他的使命，要背负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所要遇到的困难。今天牧师也要带领各位，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纪念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教规可领受圣餐的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认识、领受主所教导我们圣餐的话。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祷告，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定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次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上帝，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以及葡萄汁，作为神圣的圣洁的记号。让我们接受这一些借由信而分享你身体跟宝血，因为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面得着培养，也因为你的恩典而得着生命的滋润。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的名来祷告，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就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这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再一次同心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我们要再一次恳求你，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灵、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上帝，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的时候，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持守这份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愿上帝赐平安给我们，他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死复活的生命再次得着永生。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纪念基督为我们摆上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继续为主而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那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的主耶稣，将他复活的大能充满你们的心，使你在软弱中得着力量，在黑暗中看见盼望，在每一天里活出他的爱与荣耀他的生命，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